来继续来到中华鹿港，嘛是去予大雨来启治。鹿港的天后宫甲鹿港老街公会堂积水是积甲真严重。这个公会堂的水是积甲骹头有遮尔啊悬，那天后宫的庙埕袂输是鱼池啊共款。这就互民众的心情真复杂咯。无就是无雨水，活要大海去；无就是落大雨，落成灾害。可见啊，要风调雨顺是偌尼啊为难的代志。雨落甲真大港，鹿港街啊，淹水已经淹到骹头有遮尔悬，一个太太掉伫咧大水内底，险啊跋倒。这是鹿港公会堂，昨暝上大雨过，雨柜广场看起来就亲像是一片大海。电工扫出动大型的抽水莫达来遮抽水。抽水站这边有3台抽水机在运作，目前也加开到4台，甚至于在公会堂以及永强街部分也加开了移动式抽水机在运作中。行尾来落街巷仔内底，这就敢若变一条溪，讲所有人来回巡，要来确认水位上升的情形。因为外面已经涨潮了，我们现在先要把那个水位挡下来，不要让外水进来。落这场大雨，改善可换情形，不过嘛造成真侪客家做大水，互民众心情淡薄复杂。不用半个小时，几分钟就可以淹成这样了。现在淹太严重啊！过来看鹿港天后宫庙埕的广场，淹水嘛淹甲真严重，看起来就亲像是一窟池啊。庙内底的天公炉嘛去大水包围吊花，有的所在甚至淹到看袂到溪啦。内底路口嘛拢无渗透，看起来冷清阁稀微。根据气象局落雨量的资讯，鹿港累计的雨量已经超过140毫米，天气拢真无稳定，嘛提醒大家出门上班上课，路口落雨过，涂骹地真骨，就要了了行，较袂滑倒。骑车、赛车，别拢要加注意行车安全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